平安，我係串嘴大叔 Ivan。點解咧？呢個 channel 大部分嘅片咧都係用AI Avatar，即係用 AI 去出個樣同埋喐動個口啊等等咧。即係照讀嗰啲 script 啊等等咧嚇。咁因為咧，如果我要拍片做呢啲嘢咧，係要花好多時間剪片啦。同時間每一次要錄片嘅時候，因為我真係冇辦法有自己嘅 studio，又要一大堆嘅錄音設備啦，一啲背景啦、燈光啦、化妝啦、着衫啦等等咧，先至好似睇得好樣少少啦嚇。因為我本身醜樣嘛嚇，咁其實我就出唔到咁多片，亦都係為咗呢啲咁嘅，即係我叫做無謂嘢啦、外表包裝嘅嘢而冇咗，即係可以多啲嘅資訊俾大家。如果你係驗屍官，即係嗰啲即係乜都要執到好細啊、完美啊，哇講句嘢都要完美啊！呢度錄音又多咗啲雜音啊，點解唔係真人啊嗰啲咧？咁呢個 channel 唔適合你睇啦，因為我係盡量想俾到資訊大家嚇，而唔係要一個完美嘅畫面嚇。資訊比我個樣衰，比我講嘅嘢態度係更加，個內容係更加重要嘅。而我有啲片我會錄音，有啲片我會真係錄 video 嚇。咁我都希望盡量 keep 翻某啲嘅嘢咧，係可以保持翻嗰個溫度同埋我自己嗰個串嘴大叔嘅嗰個嘅 style 喺裏邊嚇。咁而呢段片咧，我就用咗錄音，跟住加個 AI Avatar 去做嘅。其實因為咧係更加要講點解要用 AI 咧？點解要用 AI 咧？唔係淨係講緊拍片呢啲，係點解喺牧養同埋行政上用 AI 咧？即係有啲人可能覺得我哋唔世俗嘅，唔會用呢啲嘢嘅，呢啲嘢係點。嗱，呢個 AI 嘅倫理啊，留翻俾即係一啲高手、一啲神學家去處理。但係點解用 AI 得一個，即係唔係得一個答案？點解用 AI 好簡單，就係咩懶咯？點解用 AI 啊？快咯？點解用 AI 啊？準咯，好多時都即係某啲位，例如 proofread 咁樣準過人類咯嚇。咁懶完，聖經教導我哋唔應該偷懶個噃，係咪呀？為神嘅工作嚇，最緊要過程。I'm sorry about that。我唔係講緊你講嘅嘢唔啱。懶完之後，如果你走去吃喝玩樂，做啲神唔想我哋做嘅嘢啊，加大咗好多娛樂啊，煲多2套 Netflix 咧，咁我寧願你努力去即係為上帝服務啦。但係你懶完之後，真係剩翻啲時間多啲去關懷，多啲去傳道、禱告、懷念，多啲陪屋企人，多啲嘅休息，甚至現代人好少靈修同默想嘅時間，你懶完啊，無論你係同工定係幹事定係弟兄姊妹，懶完去做翻呢啲嘢咧，我相信上帝係喜悅噶。咁即係正如以前我哋用寄信去通知人，打電話去通知人，而家仲寄信 send email 啦，仲用 email WhatsApp 啦，因為快。同埋可以保存，同埋人哋可以選擇乜嘢時間去做。咁我哋冇理由而家哇，我呢啲世俗嘢啊唔用。I'm sorry about that。因為你快咗，可以做得更加多嘅嘢，同埋應該 spare 翻個 time， 用翻多啲時間去喺愛嘅傳遞方面。咁所以唔用就我真係會咁講，唔用就傻仔咯嚇。同埋要盡快用咯，因為你盡快用學咗咧，基本咧，你睇翻我將會發布嗰啲 AI 嘅片咧，你發覺只要識幾樣嘢㗎，已經可以，譬如幹事啦、同工咧，已經可以慳翻每個禮拜可以慳翻段小時以上嘅時間喎，唔係段秒段分鐘喎，係段小時以上嘅時間，可以無論係揾資料，無論行政嘅工作都可以做得好喎。咁你唔用，係咪傻仔啊？嚇！咁所以呢段短片又唔係短片，但係都好想話俾大家聽，點解用 AI， 點解要學，係真係極需要啊！唔好做傻仔啦！我係串嘴大叔 Ivan，希望你能夠去到我嘅 channel 度了解更加多。